站萬象十家。喺人多車多嘅馬路上平穩前行，就算有車想 cut 線都避得開。呢一個駕駛手勢咁好嘅師傅唔係佢。呢一部首架喺繁華中心城區運營嘅無人駕駛巴士，總站喺羅湖口岸，途經國貿、大劇院等核心商圈。沿途有廣播介紹。全車有6個座位，冇駕駛艙、後視鏡，靠嘅係車上面18個鏡頭同4個雷達，分析道路信息，計算同其他車輛嘅安全距離。有香港人就特登預約嚟試搭。新鮮感咯，佢個路線呢，經過嘅路線呢，幾乎都係熱門路線嚟㗎。香港人過到嚟唔知去邊度好，咁就可以跟住架車咩咯。其實起步還是蠻穩的，然後跟真人開差不多吧，座位也很寬敞嘛，就短途來的時候會挺舒服。我看了一下，它那個平均速度30多，有個人在旁邊，還是很放心的。架車嘅軚盤係可以隨時拆卸㗎，拆咗之後呢度就會變成一張台。不過駕駛嘅時候，駕駛員都會坐喺呢一度，隨時操控住個軚盤，確保安全。而家線路一共有3架無人駕駛巴士，開通1個幾月，3成預約係香港人。負責人話：目前無人駕駛技術已經準備好喺熱鬧嘅市區運行。到現在為止，我們的車輛是沒有任何的這個安全事件啊，所以說它運行的是非常的順滑。您如果體驗了，您會感覺它就像一個這個駕駛的老師傅，它不管是在起步啊、轉彎啊、剎車都很沉穩。你看羅湖區目前是一個最複雜的路段，人流車流也是非常多的，但是它在這個運行當中都能這麼順滑，就說明我們它的技術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而家線路運行時間由朝早9點半去到夜晚7點，平均1個鐘一班。乘客可以喺網上免費預約，香港嘅市民都可以喺九巴手機程式上預約乘搭。